羅馬書12章12節，在盼望中要喜樂，在患難中要忍耐，禱告要恆切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講到喺等待或者遇上困難嘅時候，我哋要切切禱告啊！因為神會使我哋可以喺喜樂裏邊等待，亦都相信神必然會同我哋走出困難，使我哋可以喺神嘅裏面忍耐得住。而家就同我哋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願意喺啲乜嘢事情上面更加恆切咁禱告呢？分享完之後，讓我哋一齊禱告啊！天父，請你賜我有恆切嘅心，常常向你禱告，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